吉尔吉斯斯坦结合了大自然和谐与纯洁，和天空下的山峰，以及成千上万的高山湖泊和湍急的河流。柯尔克孜民族在世界史册上记载为传承了伟大文化的古老游牧民族。柯尔克孜民族是古代历史上的主要民族之一，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有一度他们创立了吉尔吉斯汗国。在北部，吉尔吉斯坦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在西部和西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西南与塔吉克斯坦；在南部和东部与中国接壤。吉尔吉斯坦边境总长度为4503公里，总面积198500平方公里，94%的国土是山区，平均海拔高度是2750米。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胜利峰、汉腾格里峰、列宁峰。吉尔吉斯坦是淡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吉尔吉斯人民感到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美丽的高山湖泊沙利切列克、查特尔库尔，以及全球著名的吉尔吉斯明珠伊塞克湖。大自然之美体现在阿尔斯兰巴卜胡桃林。吉尔吉斯斯坦是个民主国家，于1991年宣布独立，首都是比什凯克市。吉尔吉斯坦有500多万人口，这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水利、矿产以及工业。该国拥有自由的法律框架，以创造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税收减轻政策。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然资源储备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也聚集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矿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的黄金储备位于世界前列，国际专家对通过的投资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个极有吸引力和盈利的国家。吉尔吉斯坦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古迹，具备建立旅游业的基本条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吉尔吉斯斯坦世界遗产的重要历史古迹苏里曼山神圣山，以及被认为是经典的黑汗王朝古代文化乌兹根和布拉纳历史遗迹。吉尔吉斯坦是个古老文化中心，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口头诗歌马纳斯史诗在1995年已被联合国指定为全球人类的精神财富。本史诗的1000周年纪念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庆祝活动。蒙古包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它是吉尔吉斯斯坦天才们的发明，如今已享誉全球。吉尔吉斯坦拥有雄伟的山脉，它汇聚了不同宗教和古老文化于一身，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路。吉尔吉斯坦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包含了全世界的财富。吉尔吉斯坦是充满希望的国家。欢迎来到亚洲的心脏，有着美丽的山川和古老文化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